主后2023年10月28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上帝奇妙的医治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以赛亚书38章第19到22节。迄个时阵，希西家破病，病甲得要死。阿摩斯的囝先知以赛亚来见伊，讲：上主安尼讲，你的护士着交代好势，因为你会死，病袂好。希西家就活转身黄壁，对上主祈祷讲：上主啊，求你带领我安怎忠诚尽心服侍你，做你看做好的事。希西家就大声啼哭。然后上主对以赛亚讲：你去甲希西家讲，上主你的祖先大笔的上帝安尼讲：我有听到你的祈祷，有看到你的目屎，看咧，我要互你的岁寿加添15年。我要解救你甲这个城脱离亚述王的手，我会保护这个城。以赛亚讲：着摕一块无花果药膏搭伫粒仔王就会好。希西家问讲：有啥物兆头，互我知，我会上去上主的殿？以赛亚讲：上主要实现伊所讲的代志，这就是上主互你的兆头。看咧，上主要互照伫亚哈斯所做日晷的日影倒退10度，果然日影倒退10度。犹大王希西家病好了后，写这首诗。我想讲，我伫壮年的时就离开世间，行入阴间的门，袂当享受我所剩的日子。我想讲，伫活人的地，我袂当阁见到上主；伫世间的子民中，我袂当阁看到人。我住的所在受踢，亲像牧者的布边受刷走。上主亲像织布的人，将我的性命卷起来，搁对织布机甲布剪断。伊伫一日的中间就要结束我的性命。我规暝哀哭直到清早，伊亲像狮拆碎我所有的骨头。伫一日的中间就要结束我的性命。我亲像婴仔啾啾叫，亲像粉鸟咕咕吼。我举头望天，目睭冤枉亚线，我受欺压，主啊，求你解救我。我会当讲啥物？伊甲我应允，嘛有照安尼做。我心神苦痛，失眠郁卒过日。主啊，人靠你来活，我的心神对你的应允得到气力。你有下互我的健康，互我继续活落去。我受遐尼大的苦痛，确实有互我得到利益。你拯救我的性命，脱离灭亡的深坑，将我的罪ฮ็伫你的骹脊后。因为阴府袂当感谢你，死亡嘛袂称赞你。遐个落阴府的人袂当期待你的信息。我的人，只有我地的人会当称赞你，亲像我今仔日安尼。做老爸的要互因所有的囝儿知你的信息。上主要拯救我，我要一世人伫上主的厝，用弦乐伴奏唱歌。上帝奇妙的医治。希西家王面临的挑战，这样说一直来，就伫上帝垂听希西家的祈祷，为伊家己的名保卫耶路撒冷，
拯救这个城免受亚述帝国皇帝的攻击了后，希西家煞破病，而且容要死去。对犹太国来讲，这是一个重大的危机。先知以赛亚去见王的面，老实对伊讲：上主安尼讲，你的护士着交代好势，因为你会死，病袂好。看来希西家王好像无任何活地的希望。希西家王听到先知以赛亚的话，知影家己的寿命得要结束，心中非常失志，就甲面冤枉壁。伊就亲像任何有信仰的以色列人，伫伊的祈祷中向上帝陈明心意。希西家向上主祈祷讲：上主啊，求你带领我，安怎忠诚尽心服侍你，做你看做好的事。祈祷煞，伊袂禁止，大吼大哭。对37章第4节、15节甲20节，咱看见希西家是一位常常祈祷的好君王。伊深刻知影以色列人祈祷的模式，而且知影安怎向上帝祈祷。总是值得注意的是，虽然希西家因为破病向上主祈祷，伊却无直接祈求上主医治，反倒是强调伊伫上帝面前的忠实和敬虔。伊仰望上主会因为安尼医治伊的病。希西家面向壁向上帝祈祷，以及伊所流的目屎，竟然互上帝重新做一个非常特殊的决定。以赛亚搁再转来王遐，宣布上主已经撤销伊原本的决定。先知表示，上帝已经听到希西家的祈祷，也看见伊的目屎，要互伊加活15年。上帝讲：我要解救你甲这个城脱离亚述王的手，我会保护这个城。经文伫遮清楚显明，希西家王的祈祷，互上帝改变决定。对这个经文通知，咱的祈祷并毋是情感上服从上帝的行动若定，伊必然对上帝有所影响。经文中用4个动词，我有听到，我有看到，我要互你的血受加天，以及我要解救，来表示上帝保证甲决心。咱伫遮看见希西家王的寿命，其实是完全掌握伫上帝的手中。当希西家王向上帝祈祷，上帝回应希西家伫伊面前的忠实，慷慨加添伊的寿命。这段经文点出，上帝顾念咱的软弱甲需要，伊必然会回应咱的祈祷。虽然上帝有时袂完全照咱的祈求，伊伫也是赏赐咱所需要的，总是上帝可能会亲像今仔日经文的记载，医治咱罹患的重大疾病，因为这世上的一切，包括咱的性命，完全掌握伫上帝的手中。伊的慷慨甲怜悯，经常超越咱的想象。默想，回想家己的祈祷经验，有倒一寡捌得到上帝慷慨的回应？回想家己的祈祷经验，有倒一寡捌得到上帝慷慨的回应？咱来祈祷，主爱奇妙的上帝，当我真诚向你祈祷，无论是毋是有得到心中期待的回应，拢要向你存感恩的心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